后来一听到这个新冠病毒出现着变种，是互真侪人真紧张，是毋是有另外一波大规模的传染，甚至会进入台湾呢？国内的专家讲，台湾目前防疫收甲真好，而且这个新的病毒虽然传染力悬，但是致死率无悬。台湾防疫的政策是毋是爱修改，爱过来观察？啊，那这个变种的病毒是毋是会互已经传染过的人再一次来感染？或者是会互疫苗失效无？专家讲，这个疫苗也是有一定的保护力，啊，是毋是会二次来感染，都要看每一个人的免疫力。英国伦敦要封城，商场人有够济，大家要穿物件，疫情愈来愈严重，甚至出现全新变种的病毒株，敢会互更较济国家搁封城？英国的病毒的话，我看起来它只是一个新冠肺炎变种的一个开端，如果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死亡，比较乐观一点来看，特色就是高传染力，不一定会造成高致死率。也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支病毒如果呼吸衰竭的几率很高，重症的几率很高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采取封城会比较好一点。由于它的一个病毒，它的一个蛋白质的修改还没有严重到造成那个疫苗的一个选择性下降，它多多少少还有针对一些特定部位去产生足够的免疫球蛋白，疫苗的施打，同时也维持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先天免疫。一直有发现，就是新冠肺炎的一个病毒有一次感染之后，痊愈之后又产生第二次，原因就是因为体内没办法产生有效以及足够的一个抗体保护。第二部分就是要去看它的一个抗体的一个存在，能不能够对抗大幅增加的病毒量。专家又讲，这个病毒有可能透过动物传染，嘛有可能已经伫人体内存留一段时间，等环境适应了，才产生变种。再加上英国防疫已经放松，才会快速传播。啊，那咱台湾目前的防疫是做得真好，是讲这个病毒较搞怪，防疫政策敢有需要做改变？大家拢袂使大意。